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光纖輪拯救光纖嘅時候啦。又係你個仆仔！以往呢 case 多數都係裝修改主位而造成嘅，但朋友仔話：嗱，咪住先啦，我冤枉噶！嗱，咪住先啦，我冤枉噶！可惜多年嚟間都係裝唔到，一入到朋友仔話個主位係主人房，咦？呢度應該唔係主位，事關條電話線有入冇出，入去抄真啲先 ，confirm 係得呢條線，呢度應該係尾位，睇埋下聽先，呢個似樣啲，似係主位，但信號都係追唔到出去屋外面，中間斷開咗。唯有嚟個空氣動力測試，有風出，不過啲風唔大，好大機會中間仲有一個盒漏風，穿咗大約6米就穿唔到。原來呢邊仲有一個盒，呢個應該先係主位，係啦。條穿線帶由客廳直穿過嚟飯廳呢邊。估計再經右邊呢條喉就可以出屋外。個櫃嘅空間有限，所以試下由走廊直穿入屋。不過第9靈咁話我聽，件事冇咁簡單，有啲阻力。唔通到咗？冇料到啊！第9靈咁果然冇錯，有啲嘢唔得，換條穿線帶試下先。奇怪，都係穿唔到，但每次篤嘅時候，朋友仔門口天花頂總係有啲聲。攞支 cam 睇下佢先，經驗話我知，我篤中咗個過路箱，暫時都仲喺條直喉入邊。咦，有個疏結，再直入應該係個盒，果然冇錯。真係仲有一個過路盒，個過路盒一直都俾某位天才活埋咗。呢個先至係朋友仔多年裝唔到光纖嘅主人。經過一輪精密嘅勘探，個盒其中一隻角應該就係呢度。刮走啲灰睇下先，仲呢粒叫螺絲。呢一粒叫生鏽嘅螺絲，有呢2位仁兄就可以計到佢嘅盒仔邊長，甩埋4口螺絲，然後慢慢戳個蓋。搞撚掂，被活埋咗嘅過路盒終於重見光明。冇多冇少啊，準確無誤，真係唔知邊位天才無啦啦封咗佢。好明顯，我就係呢種人。而家可以由呢一度直入飯廳，搞撚掂，成條路徑通晒，由 lift 口穿去朋友仔門口天花板。再由呢一度穿入去飯廳，然後再過去客廳，又係時候唱歌啦！拯救光纖成功啊！好，收工。原來朋友仔真係冤枉嘅。光纖輪嚟緊都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案例，下集見。